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六祖大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5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5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就是解说甲不在中间及其累过。那这呢，就是在说明讲，实性啊，乃是不增不减。当伊是呢，未受烦恼所解扰乱。虽然在禅定中也有伊的妙用的运作，实性乃是不断也不常，也是不来不去，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一不依，甲不生不灭啦，这合起来就是八不中道。在前面八不中道中呢，已经讲甲不断不常，不来不去。在下面啊，再搁来讲迄个不生不灭，这就是说明讲实性呢，乃是超然于物质的存在，而且呢是充遍于一切的空间，所以当然呢，也就毋是在中间，或者是在内外，就是咱在前面所讲的。下面即马要说的解说，就是讲不生不灭，性相如如，相住不迁，名之外道。不生不灭，就是讲这个实性啊，也无生，实性呢也无灭。生灭这本来啊，是咱世间法。咱世间法呢，拢是有生有灭。这个生灭，假定讲若是对咱人讲起来呢，就是生死了。那这个生灭呢，咱可以啊，以咱世间的每一项物件呢，来去甲说明。譬如讲，一蕊花开出来，那这就是生咯。这蕊花呢，谢了，无起来，这就是灭了。或者是讲其他任何多一项，乃至呢，搁再讲迄个较久长的，在生存中呢，时间较久的，比如讲一间厝，这间厝呢本来是无的，也结果呢，该起起来，变成就是有这间厝的生起了。这间厝呢，住到若干年，或者是几十年，或者是讲几百年了后。这间厝就歹啦，歹甲弄掉，那就灭啦。所以，咱世间的物件，伊的生灭，虽然是讲有的是较长，有的是较短，但是呢，无一项啊，毋是在生灭法中。这个生灭呢，上该紧的就是啥？就是咱的心，就是咱心的妄想烦恼。咱忽然间呢，起一念妄想，那就是妄想之生咯。这个梦想呢，搁再过来第二念，又搁再其他的梦想起来。其他梦想起来，你头一念的梦想就不好，安尼就灭了。比如讲，咱打一个梦想，伫台北讲想要来去高雄佚佗，因为放假嘛，想要来高雄佚佗，那你这个梦想升起了，这就是生。这忽然间讲，哎呀，唔系啊，高雄伤远，不爱去了。安尼，那么你这个要去佚佗，这个念就无去。这就是灭。
那即款的性别在咱心的变化，可以讲就是上界紧的。啊，除非这以外，譬如讲，咱世间一切拢是性别法，咱这个地球，咱这个世界拢是性别。不过，咱这个世界性别呢，是分做生住坏空4个阶段。而且一个阶段呢，必须20小劫，20小劫就是1680万年的20倍。那这款的性别呢，这唔是咱的眼光所看会当到的，因为唔是咱的眼光所看会当到的，所以咱呢可能甲伊当作讲，这呢是叫做不性别。那事实上呢，这也是这种性别法。那什么才是不性别呢？就是实性。这个实性呢，是过去无始以来就是如此。那一直到未来呢，也是如此。就是讲，毋是啥物时阵开始发生，凡是有一个开始发生的物件，一定就是会消灭去。那是伊本来就存在的物件呢，所以未来也袂无去。这名叫做不生不灭。下面讲性相如如，这个性相如如，这个性就是在指伊的体性。这个相呢，就是在指伊这个外表相。性是体性了。这个相呢，是可以互咱家看，可以用咱的目睭看，会当用咱的意识分别去甲伊认识的物件。不过呢，直接讲做性相如如。这个性相如如的意思呢，就是讲实性所讲的本来也是属于性的问题，就是讲伊的体性的问题。但是你这个体性是毋是甲外表上是毋是有分开，是毋是有分别呢？无乃是如如。那这个如如的意思呢，就是讲性甲相呢是不变，性甲相呢是无差别。这个如如也就是在前面所讲迄个烦恼即是菩提迄个即义相即性也是安尼，相也是安尼。所以名叫做性相如如。这个性相如如的意思呢，咱必须要搁再进一步说明。就是讲本来咱所看到的世间的这千差万别之法，这是这种差别相。这个差别相是性别的因为迄个本性是无性别的。为什么叫做性甲相是如如，性甲相呢是同款呢？那在这个所在必须要加说明。咱来说明就是讲，咱现在是目睭所看会到的这世间千差万别之相，乃是由实性的本体呢虽然所显现。也因为是由这个实性的本体虽然所显现，所以呢，现在是显现出来的这个千差万别相伊的体也就是实性的本体。就是讲这个实性的本体呢，甲这个外表上两个啦，根本就是无分离。这呢，我过去有常常摕水甲泡啦，或者是讲金甲金器的譬如来说明。咱现在是呢，会使咧摕水甲泡来譬如，海水甲迄个海涌，迄个海涌是对倒来，就是迄个海水互风甲夹。加了到定的结果就变成一个海泡，变成一个海涌出来。因为咱讲起来，迄个海水甲迄个水泡是毋是同一个物件呢？当然是同一个物件。只是迄个水泡是由迄个海水互风甲夹，所以变成了有一粒一粒的迄水泡走出来。事实上，迄个水呢，就是在水泡迄个所在。并毋是讲迄个海水也互迄个风甲夹呢，也另外对别位生出一个水泡出来，毋是。咱是迄个水的本身就变成迄个水泡。来讲起来，这个水泡甲迄个水结果呢是同做一伙，无差别，无分开。这就是遮所讲的性相如如的一种的譬如。那搁再以这个金甲金器来做譬如。
比如讲在金仔店，这个金仔呢，若是讲原金啊，就是金仔地。这块金仔地或者是5两啦，或者是几两重啦，这个原金呢，即马人客甲你注文，你甲拍一个金鱼钩，拍一个金手指，拍一个金破链，我即马就去加工做作啊，自家的金器甲伊拍出来。这个金器拍出来，就变成个别不同的相。金鱼钩甲金手指，这是差别的。金手指甲金破链也是差别的。就是讲金鱼钩毋是金手指，金手指也毋是金破链，是毋是安尼呢？这就是差别相。但无论是倒一项，只要在金仔店，金仔拍的这个装饰品啊，逐项拢是金而且呢，这个金鱼钩、金手指呢，是无离开迄个金。就是讲金的这个本质啊，就是在咧金鱼钩、金手指的所在。这个金的本质就是，譬如这个线，这个金啊拍出来，这金鱼钩、金手指就譬如迄个相，迄个线甲迄个相呢，两个啊就是做一伙，无拆开。这就是线上如如的譬如，以这个譬如来去个体会啊，咱这个实性甲咱外表看到这个千差万别相呢，乃是如如，乃是无差别的物件。下面讲相主不迁，相主不迁就是讲伊这个实性啊，乃是相主啊，无有变化。这个迁呢，就是这种的千变的意思。法无生别变迁呐，名叫做相主。在《楞严经》有安尼讲，皆有不离相主真心性净明体。就是讲。为什么众生会迷啦？乃是因为未当好来了知相主真心性净明体，所以结果呢，咱众生才会迷所以伫遮所讲这个相主也就是咧自然的实性。咱的这个实性呢，乃是一种的不变迁的物件所以才叫做相主不迁，明即话道啦。讲这个名呢，就叫做道啦。那这个道呢，也就是咧指所证之道这个道就是理道有修道甲正道所修道甲所证道。那用这个所修道讲起来，就是讲咱所修行的法门，比如讲咱念佛啦、参禅啦、持咒啦这拢也属于道。这个道是啥物道呢？就是将咱凡夫要到成佛的一条道路。伫遮所讲这个道呢，毋是乃是所证道，就是讲所证的真理。在前面所讲遮的就是讲不增不减，在烦恼不乱，依禅定其不寂，不常不断，不来不去也毋是在内外中间，也是不生别性相如如，相主不迁。那这呢，就是实性的真理。安尼叫做讲明之法道。下面简愿思性不生不灭，何以为道？思话为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之生，以生现灭，灭又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当为道。即卖呢，就是要来解说不生不灭的道理。简约，这个时间就安尼讲啦。讲你所讲的不生不灭啦，甲迄个外道有啥物款的差别何以就是讲有啥物款的差别的意思。从这所在可以了解讲，这个时间啦，在北方的所在，原来有亲近过神秀大师因遮的高僧大德，所以这个道理呢，会当好讲甲遮尔只深的所在来。因为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也甲伊讲你若是以为讲以这个智慧来去照破烦恼，这是一种的异性的见解。所以在这所在时间呢，
也可以讲就是进一步啊，对大乘佛法呢，搁再较深入的了解啦。所以才甲伊讲，那依照你所讲的什么实相是不生不灭啦。啊，你所讲这个不生不灭，岂毋是甲外道共款啊？这个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甲咱佛教所讲不生不灭有什么款呢？不同呢？依照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啦，也可以讲就是在咱人的心以外有一个佛。咱这个心的外面有一个佛的，在咱世间的生灭法之外呢，有一个不生灭法。那这就叫做外道。咱来了解外道这两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外道呢，依照基舍贤义所讲的，就是讲学乖体理，随自忘记，不反类学，称为外道。基舍贤义所讲的学乖体理，就是讲在学习迄个时阵呢，违背了正理，违背了真理，也随自忘记，就是讲随着咱自己的妄心的分别，不反类学，就是讲你无要来回光返照向内面去学习，这名叫做讲外道。那自这个呢来讲者较简单，就是讲心外求法啦，名叫做讲外道。对于这个心外求法，名叫做讲外道呢，咱就可以了解讲，这个外道所讲的范围啊，应该是真宽。咱平常时阵会晓讲外道，但是到底外道是啥物？事实上，这个外道咱毋通该当作讲，这都是咧骂人的。凡是心外求法，就是叫做讲外道。什么是叫做讲心外求法？就是讲以为讲在咱的心以外呢，有一个法可以求；在心以外呢，有佛可成；在心以外呢，有众生可度；在咱的心以外呢，会当好去使用叫做世界，有一个使用叫做世界，互咱去。所以咱呢就往生到甲心外使用叫做世界。若是严格讲起来啊，这应该呢，拢会使咧甲伊当作讲都是心外求法。既然是心外求法呢，拢会使咧甲伊叫做讲做是外道。所以对于这个外道的意义，咱了解了后呢，咱一直学去修行，应该就是讲向咱自己内心去求。要时间所讲的，就是讲依照你所讲，那么这个实性是一种的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的物件，甲咱这个世间的生灭法呢，变成分开咯，变成有一个世间的生灭法，但这个生灭法以外有一个不生不灭法。安尼讲法呢，就甲这个外道所讲啊，无什么款的差别啦。那像如讲基督教因所讲的灵魂不灭之论啊，也可以甲伊当作讲俗语者所讲的不生不灭的这个外道法。但下面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讲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之生啊，以生现灭。慧能大师就安尼讲，讲迄个外道因所讲的迄个不生不灭，乃是呢对于迄个生灭啦来甲讲做不生灭的。咱讲是对生灭来甲讲不生灭呢？就是讲，有一个世间的生灭法，所以才讲这个有一个不生灭法伫咧。所以呢，就将灭之生，就将迄个灭啦来指迄个生，就是讲由这个灭来把这个生给指啦。因为咱世间是一个生灭法嘛，世间的生呢，就是用过这个灭来给指掉。安尼叫做讲做将灭之生，当时呢以生显灭，以这个生呢来显示迄个灭。那讲起来，事实上呢，我那是在迄个生灭法中，比如讲虚无世界，就是讲外道啊。那么以为讲咱这个世间呢是一个生灭的所在。所以呢，伊就爱得到迄个不生灭啦，
那么结果呢，就到一个虚无的世界去。有一种这个虚无主义到虚无世界像讲外道迄个无上天之类啦。那么这呢，就是将灭之生，也以生来显变啦，就是譬如讲往生天国啦，一种的这个灵魂不灭之论顶。所以这个外道所讲的不生灭啦，那毋是将这个生灭的世界趋向于迄个虚无的世界，也若无呢，就是将这个世界要往生去到天国变成一种的灵魂不灭之论。但呢，将灭之生却是灭又不灭。有讲法呢，就是讲你到迄个虚无的世界，你以为讲安尼就是叫做灭啦，就是不生啊，但是毋是。你只是呢，将咱这个世间灭，却是有咱是到迄个虚无的世界去。有咱要有一个虚无世界，你伫迄个所在你讲灭哪里有叫做一个不灭呢？根本毋是不灭。尤其是在这个虚无世界，应该有生变成生在这虚无世界。你变成生在这虚无世界，你该讲做不生呢？这根本就不对了。所以约这个将灭之灭啦，也是灭又不灭啦，生说不生。约这个以生显灭也是同款。就是讲，你往生去到迄个天国，那变成一种的灵魂不灭论。这呢，只是你毋是在这个世间，你原来也是到另外一个所在，到一个天国，到灵魂不灭迄个所在。事实上是有生，有生呢，你该讲做不生，那就不对啦。所以外道所讲来讲去。我那是同款在这个生灭法中，乃是将灭之生以生显灭义。所以这呢，毋是一种的究竟的不生不灭，也就是讲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乃是以这个生灭法为对态，有一个生灭法来去甲伊讲这个不生灭法，也有一个生灭法为对态所讲的这个不生灭法呢，讲来讲去我那也是落在这个生灭法中。那这个道理譬如讲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讲以这个智慧来照破烦恼，那这是二乘的见解呢。事实上呢，这我那也个是在这个生灭法中。讲在生灭法中呢，就变成讲智慧生了，烦恼灭了。这我那是同款是一种生灭。因为这个。时间就是讲，假如若是无以这个智慧来去照破烦恼，安尼这个无始生死呢，要如何来处理毋过究竟，假如讲有一个智慧的升起，将这个智慧呢，将这个烦恼给破掉，那事实上会当将烦恼给破掉，安尼就是变成讲智慧之生，烦恼之灭。智慧生烦恼灭，讲来讲去也佫是在这个生灭法中。所以呢。就是爱当回来体会烦恼甲菩提呢，这是无其差别。无需要讲以这个智慧来去甲伊照破烦恼，因为这个体呢，就是这个实性的本体。因为这实性的本体呢，你会当体会到这个实性的本体这个烦恼呢就自然无。毋是讲以这个智慧来去甲伊打破。那是以智慧打破变成智慧生烦恼灭，也是一个生灭法。那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呢，乃是究竟的一种不生灭法，意思是不同。在下面的解说就可以了解。注意虔诚听众，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